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今期炒啲乜，我係今日嘅主持 Vicky 啦，旁邊咧有上次應該係我諗2個月前咧同你傾偈啦，Kelvin 喺度啊，歡迎 Kelvin。Hello，大家好。咁請得你嚟咧，一定係講 Bitcoin 啦，因為即係見到你就知道係講 Bitcoin。咁我哋今日個題咧都係8萬比特幣，咁啊係咪最後嘅撈底好機會咧？因為其實近排咧，大家都知道 Bitcoin 其實喺呢3個月嚟講咧都幾悶下嘅，其實不停都係喺可能7萬幾啊、8萬幾呢啲位置去做上落嘅啫。咁啊，以太幣嗰個表現更加弱添，咁啊就係而家暫時喺1800蚊呢啲位置啦。其實Bitcoin 啊，你話今年咧，即係大家都講係一個牛市嘅環境度嘅，咁啊大家都預計特朗普即係喺友好政策之下，又作出呢個儲備計劃啊。其實近排都有啲消息喺度嘅，咁啊就話佢會將佢哋嗰個購入翻嚟嘅20萬粒咧，就做一個即係做唔係買嘅，就做嗰個戰略儲備啦。咁啊，但係市場就會失望咯，因為你冇做買嗰個行動啊嘛。咁所以咧，其實 Bitcoin 你見到近排咧都冇乜起色㗎。咁但係有啲人就話其實喺呢個階段咧，即係大家係消化緊嘅啫，咁啊係一個築底嘅位置啊。你自己係點睇咧？係咁啊，永遠都係大好友嚟嘅，永遠都係好友嚟嘅。咁就由3000開始買第一粒 Bitcoin 2017年啦，跟住去到而家都係好友嚟嘅。咁先由最闊講到最窄啦，係啦，先講最闊啦，宏觀因素啦。咁佢升嘅原因絕對係因為減半啦，係啦。咁啊，今年點解會成日都話2025年係一個升市年咧？就係因為減半，成日講嘅減半週期啦。咁大家應該都近呢2年都聽到耳熟能詳㗎啦。即係你我喺19年、20年嘅時候講減半效應，咩叫獎勵減半係冇人知嘅，完全冇人知 reward halving。但係開始新聞有報道啦，文章有人講啦，專欄有人講啦，節目有人講啦。咁大家都知佢減半完之後嗰年咧，通常都係升市嘅。咁係過往係冇錯過嘅呢樣嘢。2012減半，2013就升啦。2016減半，2017就升。跟住20年減半，21年升，24年減半，所以2050係一個升市嚟嘅。咁好講到去呢個嘅幅度啦。咁幅度第一次減半升咗80倍嘅，之後去到高位。第二次減半之後升到30倍。第三次減半之後升咗8倍。係啊，咁第四次我哋就會估，當然係向下降啦，80、30，跟住8，咁啊有啲人估啊，咁係直熱2倍定3倍，我哋通常都係估2至3左右啊，呢個係一個 make sense 嘅範圍。咁上年減半，4月減半嘅時候，4月19號減半嘅時候咧，就係6萬幾蚊美金嘅，咁所以你乘翻2咧，就係12萬美金，係啊，所以 that's why 點解會有啲講法就係話12萬至18萬係一個頂，就係因為博佢減半之後升2至3倍。係啊，呢個就係我哋嗰個目標幅度啦。咁目標時間就係 Q2 或者 Q3 啦。咁當然呢個係歷史過去3次嘅計出嚟一個記錄嚟嘅 Q2 或者 Q3。咁你有冇可能 Q4？絕對有啦，因為記錄係用嚟破㗎嘛。即係有啲人講話，喂，你可以牛市長多少少，長多一個季度咁咪去 Q4 咯。可以係 Q2 見、Q3 見或者 Q4 見都會有可能嘅。咁所以我哋唔會鎖定話，喂 Q3 都仲未見，我就要清晒成個倉佢咯。我哋唔會咁樣咯。咁講咗目標時間啦，講咗目標幅度啦，原因啦都講咗啦，同埋今年要知道個主調絕對係 Bitcoin adoption， 係 traditional money adoption， 就係傳統資金入嚟嘅年份啦。咁傳統資金唔係21年入嚟嘅，亦都唔係17年入嚟，亦都唔係之前13年嗰幾次牛市啊。今浪嘅主調同埋主力去推個 Bitcoin 上去咧，絕對係傳統嘅錢，包括 ETF 流入啦，有時會有 CME 啲 future 流入啊。咁有時會有唔同嘅交易所都會有錢去流入呢個Bitcoin 同 crypto 嘅世界，因為傳統啲公司發現，喂，呢個真係一個唔錯嘅資產喎，幾好資產，而且美國都 endorse 咗佢，就話呢個可以。當大家見到未有現貨 ETF 出現之前咧，大家係唔敢買，啲美國機構係唔敢買，但係見到喂連 BlackRock 都帶頭買，MicroStrategy 都帶頭買，又賺咁多錢，咁我哋都一齊買啦。咁所以而家有咩力量去推到個價向上升或者唔跌咁多咧？就係啲傳統嘅機構佢哋想分一杯羹，就話我不如用我哋公司1%、3% 嘅錢去買 Bitcoin 啊！呢個就係有咩力量去慢慢佢令到佢 Bitcoin 係最強啦，而且係撐住佢而家嗰個嘅價格咯，就係呢啲嘅 point 呢啲嘅原因咯。所以我覺得唔使去太驚，我都仲係 bullish 嘅。咁啊，即係仲有好多因素撐住，但係頭先咧你講到，譬如減半呢個因素啊，因為之前嘅減半咧就未有特朗普呢個友好政策出嚟㗎嘛。咁今年嗰個 story 咧又好似唔同喎。咁但係你嘅預計都係2至3倍咧，會唔會太少咧？我覺得呢個幅度。嫌少啊！我通常聽係嫌多喎，通常係啊，因為見到8萬，喂18萬有冇可能啊？升多10萬喎，好多人都會咁講嘅。但係因為
之前嘅時候，其實你冇見到有任何政策，即係呢啲因素去影響住 Bitcoin 嘅價格㗎嘛。咁但係今年啊，我哋係會睇埋外來嘅因素去影響住個價格。哦，嗱，睇你點睇？如果對於一個炒咗都耐嘅叫做投資者嚟講，即係例如可能你幣圈有啲人係17年入，有啲人20年入，有啲22年入，唔同年份入㗎嘛。咁多數咧比較新嘅人咧，佢哋就會覺得 Trump 係最主力嘅原因係令到佢升嘅，會覺得 Trump 係最主力，因為可能 let's say 你諗下24年入嚟嘅幣圈嘅市民，投機者又好，投資者又好，佢哋聽到嘅聲音都係 Trump 全部都係 Trump。但係如果你對於一個17年就開始入嚟市場嘅人，你從呢個嘅角度觀點去睇咧 point of view 去睇咧，你會發現喂，其實每一年都有好多唔同嘅新聞，係啊，17年會有好多講話咩DeFi 啊，會有好多application 用到，即係生活中會有好多嘅應用啊，跟住有啲人會講 NFT 啊，又話咩如果你仲記得21年嘅牛市咧，好多人講話 NFT 可以帶到現實生活中去應用嘅，講緊話咩啲紅酒啊、波鞋啊，全部都係同 NFT 掛鈎啦，明星又出 NFT 啦，跟住又話 NFT 可以成為大家嘅新嘅貨幣或者新嘅商品，就好似我哋啲原油啊、黃金咁啦，我哋可以每日買賣 NFT 去交易啦。你一聽覺得喂，冇理由點樣做到 NFT 而家歸晒零咁滯點做到？但係當時大家睇緊嘅 topic 同 theme 個主題都係 NFT， 所以其實每一次嘅牛市都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好多唔同嘅 news。但係好多時呢啲都係 noise 嚟㗎，啲 news 都係 noise 嚟，即其實都係其中一個小因素咯，而唔係主力影響緊佢嘅主調咯。所以我覺得你話主調真正 focus 係咩？就係機構有幾多機構仲想買 Bitcoin，啲機構買唔買，而唔係 Trump 佢講得多。佢講嘢係會有少量影響嘅，即係例如佢講完9萬失望就跌落8萬，會有呢種影響。但係個影響係短期1日半日嘅影響咯，而唔會令到佢 Bitcoin 由本身應該牛市變咗熊市咯。佢冇呢種嘅能力咯。係啊。咁啊頭先你都提到啦，即係有幾多機構咧，即係走去買 Bitcoin 啊。咁啊其實近排咧，即係見到咧現貨 ETF 咧嗰個 flow 咧，即係有一啲淨流出嘅表現嘅。其實你再睇近啲，可能呢幾日咧，美國嘅現貨 ETF 咧，不停都係淨流出嘅，即係咪反映住譬如市場嘅投資者啦，其實都係可能喺呢段期間都係睇得比較淡啲啦，即係喺呢段期間大家都係靜啲，我都係想觀望啊，嗰個態度會比較多啲啦。ETF 個 flow 都好得意嘅，我哋做咗好多數據分析嘅，發現咧佢好搞笑，佢係跟住個價格去做嘢嘅。個價升咧，佢哋就買㗎啦；個價跌咧，佢哋就賣㗎啦。呢個係好搞笑嘅。ETF 本身我有個諗法就係啲 ETF 嘅資金流咧，係好聰明嘅錢，我本身有個諗法，就不如我跟住佢買嚟，即係佢一大量流入我就買 Bitcoin， 佢大量流出我就賣 Bitcoin， 甚至乎我諗住有冇啲邊一個網站、邊一個源頭係最快攞到呢粒數，因為例如美國收市啊4點半、5點半收完之後咧，你未必即刻攞到個 ETF 嘅 flow 嘅，你可能要去到第二日佢個官網 BlackRock 官網公佈，或者你喺唔同平台可能 Bloomberg 咁樣佢會同你講。我就喺度研究有冇 source 係最快攞到，因為我想跟到呢粒 flow 去做嘢嘛。但係發現咧，佢哋都未必係咁 smart 嘅。好佢哋通常見到個價升，佢哋就買多啲；價升就買多啲；價跌佢哋就賣翻走啦。所以未必係 super smart money 嚟嘅，係啊。即係純粹係一個參考啦。純粹係跟住嘅就佢哋跟住個價。咁又再講得深少少咧，其實佢哋做緊咩？佢哋係做緊個套個叫做期貨同現貨嘅差價，咁咩意思咧？就係因為咧 Bitcoin 喺除咗有現貨之外啦，喺美國市場咧，佢哋仲有 CME 期貨嘅，係啦。咁 CME 期貨咧，因為有呢個嘅升水關係，即係有日價，嗰張期貨會係貴過而家個現貨。例如現貨我當而家8萬蚊啦，張期貨咧可能你會見到係8萬5或者9萬嘅，會高過個現貨嘅。咁啲機構會做啲咩？機構就好多嘅對沖基金，佢哋會做一個策略咧，就係套個中間嘅差價，佢哋會買入現貨ETF，然後沽個 CME 嘅期貨，跟住等佢1個月、2個月、3個月，佢就會賺到中間嗰個價差咯。咁呢個嘅策略咧，佢哋會喺 Bitcoin 個價特別高嘅時候，個日價會特別高，佢哋會做多啲呢種策略。所以你會見到佢哋買好多嘅 ETF，就係用嚟套呢個嘅差價。當個市淡靜翻嘅時候咧，個差價縮細，冇咗一日價咧，佢哋就唔需要再做呢種嘅策略，所以佢哋就會賣走手頭上 ETF。所以呢樣嘢解釋咗點解個價每次 BTC 一升嘅時候，佢哋就要買多啲現貨，因為想套呢個嘅。做呢個套利 ，BTC 一跌嘅時候，佢哋唔需要做呢個套利，所以佢哋賣走手頭上嘅現貨。明白啦，哇 Kelvin 講得非常之詳盡啊！咁但係其實頭先都提到啦，即係如果你話最近啦買
BTC 嗰啲人咧，都係講 Trump 啦。係咁啊，今年咧大家最關注嘅就係佢嗰個戰略儲備嘅法案咧。其實最新咧參議院咧又重新再提出翻，因為其實上年嘅7月咧佢提出過嘅，咁啊就話其實喺5年之內咧就要買夠100萬粒啦，咁啊每年咧就要買20萬粒嘅。咁啊今次呢個法案咧有啲咩唔同咧？就係佢強制佢唔可以喺一定時間之內賣出呢100萬粒，同埋要強制每一年咧都要買20萬粒。咁啊同埋亦都係會用佢入邊即係嗰啲黃金儲備啦，嗰個重估嗰個價值咧去買 Bitcoin 嘅。咁其實你覺得呢個法案咧，因為依家都係即係重新再提出嘅啫，咁啊但係重新提出之後嘅法案有幾大機會去通過啦？睇個市場就唔係好理佢咯，即係我成日都見到啲參議員啊、政客啊，有時會提出唔同嘅 concept 嘅。有啲係直情話賣走佢哋手頭上黃金全部變 Bitcoin 嘅，我都有聽過呢個白話全部賣晒。即係佢話Bitcoin 好過黃金啊，咁你有美國咁多黃金咪賣晒黃金，你咪唔需要用納稅人嘅錢咯。因為佢 ban 咗之前 ban 咗唔用新錢去買 Bitcoin 係因為佢話唔想用到納稅人嘅錢啊嘛。同埋佢話覺得得少部分人有 Bitcoin， 冇理由要大部分人去令到呢少部分人嘅人獲利咁樣，係啊，所以佢重點解唔用新嘅錢買 Bitcoin 就係因為唔想用納稅人嘅錢，唔想用新嘅錢。咁所以亦都有人提出話我賣走晒成個黃金儲備咪得咯，咁有人咁講。但係我成日覺得啲人提出都係 up 嘅，即係佢 suggest 咯。咁但係係咪真係會做咧，就完全係另一件事咯。同埋 suggest 同做中間有好大段距離，好長距離嘅。係啊，我就唔覺得 Trump 會ban 完之後咧1-2個禮拜又再重新出翻嚟咯，我唔覺得係咁樣咯。咁另外就係市場唔受落咯。通常出現完一個 news， 如果真係屬實的話咧，個市場通常都會有反應嘅。係啊，咁但係你見到市場完全零反應啦，係啊，所以就呢個係一個吹水啦，同埋一個 brainstorm 多過落實咯。其實有好多嘅説法添，即係點樣去用一個中立嘅政策去搞呢個？因為有啲就話用石油儲備啊，有啲又買黃金啊，有啲又咩沒收資產啊，轉為 BTC 啊，即係好多唔同嘅一啲方法咯。咁但係其實即係暫時嚟睇嚟講，就實行嘅機會都唔大啦，係嘛？即係頭先聽你咁樣講。好啦，咁啊呢個就聽住先啦。咁啊，但係而家啦，即係我哋因為頭先你都講咗好詳盡啦，即係究竟個 cycle 咧，依家 Bitcoin 係去到幾時啊嘛？因為但係之前咧有啲統計就話，其實2017年啊、2021年啊嘅牛市咧，其實咧都需要咧可能30幾個月啦，去到最高位嘅。咁啊，今年啊，而家已經係過咗27個月啦。即係如果你話呢個牛市週期，你覺得即係仲需要幾耐？即係有啲人可能估10月份，即係今年嘅10月份咧就會去到 peak 嘅。差唔多 Q2 至 Q4 啦，我會放眼做 Q2 至 Q4 啦，即係可能係有機會5月係頂，6月係頂，或者最遲可以11、12月係頂咯。係，我覺得呢個唔需要完全捉中㗎，即係我哋唔需要完全捉中係咪10月幾號，係咪10月入邊見頂咯，因為你可以慢慢分批買㗎嘛，即係唔需要話我一定要10月買晒全部咁樣，係啊，多數你反而你個行動越平滑越 smooth 嘅時候咧，獲利嘅機會係越大嘅，即係你話我覺得可能下半年慢慢分6個月分批走，咁樣會安全過，同埋你個心理壓力都細好多咯。但係其實大家都想買最低位㗎嘛，咁所以即係大家都問，依家究竟8萬蚊係咪可以買啊？買係買得嘅，係啦。嗱，估頂係難啲嘅，估底咧就易啲嘅。即係估底，你問我8萬係咪即係而家係咪牛市完咧？咁我會答你未完嘅。呢個我有信心過，我答到你10月係咪頂咯？10月係頂係好難嘅，估頂係極難嘅，因為你唔會知道半年後發生咩事咯。係你唔會知道半年後有咩機構大量買入 BTC， 有咩機構大量賣出 BTC， 你唔會知咯。係啊，但係而家係一個平價，呢個我知咯。但係之前就係話，因為佢落到去76000呢啲位置啊嘛。之前又話CME 嗰個期貨咧，佢有個裂口喺度嘅，咁啊大概好似75000呢啲位置啦。咁有啲人就話要補埋落去先嘅，係啦。唔一定補㗎，有好多裂口都唔補嘅 CME， 有好多裂口唔一定補㗎，唔一定補㗎。所以喺呢個時候就分批買就 OK 啦。係啊，絕對 OK，絕對 OK。哇，好明確嘅方向 ，Kevin 俾咗個。好 bullish 啊！我每個牛市都俾人問呢個問題。17我就完全走唔到啊！17係逃都逃唔到嘅。17我嗰陣第一次買
買嘛，嗰陣買3000蚊買完入去就眨個眼變1萬啦，即係3倍咗咯已經。跟住1萬咧，我再買入去，眨個眼變2萬喎，係啊，真係好誇張。即係用咗幾個月時間，我本身個本金已經6倍咗，跟住嗰陣係唔識走嘅，嗰陣覺得哇 Bitcoin 點解可以係咁升咧？但係冇走到2萬就直接冧翻落3000啦，翻起點，甚至乎輸，因平均價高過3000，咁所以嗰次係完全走都走唔到。但係去到21年就定好多啦，個人係定好多係。跟住去到23一路23、24都係，就算 Bitcoin 跌到落15000咁樣，其他媒體訪問我都係話我都係 bullish 㗎，買咯，數咯。我記得你都話而家其實個情況都唔同啦，即係穩定啲咁，因為其實大機構係啊，穩定好多㗎。如果以個前嗰幾次啲牛市冇人頂得順㗎，17年嘅每一次調整浪平均係40% 㗎。40% 好誇張㗎，即係例如 Bitcoin 上到10萬，你40% 咩？即係落翻6萬喎。哇！你而家如果7萬幾有人已經嗌救命，你想象下你17年嗰陣，你係每一下都落翻6萬喎，然後連續出現幾次喎，10萬、6萬、10萬、6萬、10萬、6萬，你點心臟病？我諗應該好多人係啊，你21年都誇張啊！21年嘅時候中間都有個50% 以上嘅調整浪啊，由6萬5跌落3萬咯。係啊，呢度都55% 調整浪啊，呢個都唔係咁容易頂啊！你去到10萬之後，你幻想55% 咩？即係落翻4萬5咯。哇！你會覺得係熊市嚟啦！當你嗌熊市嚟啦嘅時候咧，即刻上翻再破新高咯。21年係咁樣㗎，即係大家失去咗信心啦。腰斬嘅時候再創新高，極速創新高。嗰陣創新高係用咗4個月時間啦，係啊，4個月時間就 new high 㗎啦，係啊。當大家絕望嘅時候，所以我覺得唔需要咁擔心，唔需要咁驚咯，同埋冇乜睇到熊市跡象咯。OK， 好啊，咁啊 Bitcoin 我哋就唔使擔心啦。咁但係以太幣又點咧？因為我記得都好多人都問我以太幣究竟係跌完未咧？因為我哋睇到依輪咧，其實就算 Bitcoin 曾經上到10萬樓上啦，咁但係以太幣其實都冇上翻個高位嘅，咁啊大概4000蚊呢啲位置咧都冇上到去嘅。但係因為我哋嚟緊咧，即係就知道以太坊其實會有個升級喺度啦。咁啊而家個升級就延遲咗嘅，咁啊去到好似4月27號，我冇記錯係。咁呢個升級會唔會真係幫到以太幣彈翻上去咧？唔會幫到好多咯。佢升級咧，因為第一升級已知啊，本身已知佢會升級，咁所以呢個升級如果係有用嘅話，已經係反映咗喺市場上面 price in 咗啦，唔需要去到升級嗰日先至升啦。哇！咁即係冇乜反應喎。呢個係冇反應㗎。ETH 需幾樣嘢㗎，需3個 point 嘅。第一個 point 咧，佢唔係金浪主角，絕對唔係主角咯。你傳統機構佢哋識嘅係咩幣啊？就係 BTC 啊嘛。佢哋買嘅係咩幣 BTC 咯。咁就算佢哋買完 BTC，你問佢仲有閒錢會買咩？都係 BTC。所以你知道傳統機構金浪 adoption 佢哋唔會買其他幣啊。例如 ETF 嘅期貨出咗，OK 呢 ETF 嘅呢個現貨 ETF 出咗咧，都唔係好多人去買佢噶，冇乜人去理佢噶。呢個衰第一樣嘢咧，就係佢唔係金浪主角咯，金浪主角係 BTC。第二樣嘢咧就係以太坊咧，佢冇乜新嘅東西出嚟啊。佢上一浪2020年、2021年點解咁多人去買佢係因為佢有好多 D app。我哋 D app 即係 DeFi 嘅 application，係啦，去中心化嘅好多嘅協議啦，好多嘅 app 啦，誕生出嚟嘅，同埋當時炒 NFT 啦 ，NFT 大部分都係用 ETH 去計價啦，所以21年點解咁受歡迎、咁俾人追捧，就係因為當時有好多嘢都係圍繞住 ETH 去發生嘅，包括新嘅咩 Layer 2啊、DeFi Protocol 啊、NFT 啊，全部都係 DEX 啊，即係嗰啲去中心化交易所，全部都係圍住 ETH 去發展嘅。咁但係金浪咧，你冇聽到有新嘅東西，我哋叫新嘅 narrative、新嘅議題或者主調係發生喺 ETH 身上，反而金浪多咗啲咩聲音就係炒 meme 咯。迷因幣啦，咁啲 meme coin 全部喺邊度發咧？就喺 Solana SOL 嗰條鏈嗰度發嘅，冇人喺 ETH 嗰條鏈發，所以 ETH 就變咗打入冷宮咯，或者變咗做配角咯，而唔係一個主角咯。咁呢個就係衰喺佢冇任何新嘅嘢發生。第三點咧，衰喺啲咩咧？衰喺槓桿太大啦。你發現你睇 ETH 嘅 open interest 即係未平倉合約數咧係極多嘅，係非常之多，好多散戶好多人去槓桿買 ETH，因為見到佢落後，咁咪倒佢咯。咁但係衰喺你用槓桿合約去買嘅時候有咩問題？就係個市一跌嘅時候就會連續斬倉，就係咁清算斬倉清算。所以成日睇到呢啲新聞啦。係啦，你一升少少，一回落，正常回落係唔會大跌嘅，但係因為太多槓桿，所以又會大跌。一彈少少，有啲人又槓桿追入去，跟住又咗落。但係調翻轉乾淨啲係咩 ？BTC 係好乾淨 ，BTC 係冇乜槓桿合約喺上面嘅 ，ETH 好多槓桿合約。所以你會見到金浪咧係 BTC 有升，Solana 有升，第三嘅 Solana 有升，反而中間第二咧二哥二佬係冇升過嘅。呢個就係衰頭先講嘅呢3個 point。但係其實 BTC 因為佢
即係虛擬資產，如果一旦升嘅話，冇理由 BTC 升，ETH 唔會帶翻起㗎嘛。以前咧，若你講起17年嘅時候咧，ETH 好勁嘅嚇，BTC 升咧，ETH 升得多聲嘅，升佢2倍3倍咁樣嘅。2020年、2021年咧，我哋叫 DeFi Summer 啦，咁啊都係 ETH 係升得多過 BTC，可能 BTC 升1嘅時候，ETH 升1.5左右嘅，係啦，即係 BTC 如果翻倍，咁 ETH 就已經翻咗150%㗎啦，咁樣1倍多啲㗎啦，咁樣。咁但係今次咧係唔得嘅，今次冇呢個效果，就係因為佢頭先嗰幾個 point 導致咯，即係拉跌嘅力量存在，就係例如拉跌力量頭先個槓桿啦，槓桿太多嘅時候 ，BTC 槓桿冇太多，所以 BTC 跌就跌得冇咁深，ETH 跌就跌得深啲。好啦，咁推升嘅力量咧就係機構嘅錢，機構嘅錢又想買 BTC 多啲，所以無論喺咩角度去睇咧，BTC 都係好過 ETH 嘅，無論拉升定係拉跌咧。都係人哋都係中意 BTC 多啲啊 ，BTC 都係冇咁慘咯，係啊，咁所以我由1年前喺個 Twitter 啊，喺唔同 social media 已經講話，佢唔好搞咁多其他細 coin 啦，搞 BTC 夠㗎啦。淨係冇一隻啊，淨係慳水慳力啊，大家咁啊睇下以太幣咧嚟緊會唔會好翻少少啦？如果咁樣，呢個議題咧，我就想唔知會唔會同 Kelvin 要 debate 一下，因為最近其實3月嘅時候咧，我哋見到有個量化嘅分析師啦，美國嘅佢就將佢手中嘅Bitcoin 咁啊轉咗做 Bitcoin ETF。其實呢個做法咧，我諗可能係咪幣圈嘅人就唔係好同意嘅。你自己點睇咧？即係佢就話因為你又唔使擔心你會唔見咗嗰條 key 咁樣，又唔使驚冇咗個密碼，又唔使驚有啲黑客嘅事咁樣。係。Plan B 咧都出名嘅，Plan B 喺2021年好出名嘅，因為佢2021年嘅時候整咗個 Stock to Flow Model 就 predict Bitcoin 價格啦。呢個係當時你問我2021年最出名估 Bitcoin 價格嘅人就係佢啦，成個幣圈係成個幣圈，咁啊個個都睇佢嘅，但係佢當時係錯咗嘅，佢當時估2021年咧係去到10萬嘅，係啦，但係去唔到嘅，嗰陣去69000，咁所以自從69000跌到落去1萬幾嘅時候咧，佢係失去咗好多 followers 嘅，好多人係唔再理佢嘅，即係冇人再即係將佢搭冷宮，係冇人再理佢噶啦，因為覺得喂錯個個都信嘅人係錯咗係啦，咁佢而家出翻嚟講咧，咁今次就唔係講個價格預測啦，佢就講呢個 point 啦。咁呢個 point 咧有唔同睇法嘅，有 pros and cons 啦。我會覺得你如果本身自己係好熟 crypto 嘅，例如可能我同我啲 friend 已經入咗幣圈5、6、7年、8年咁樣，咁我哋已經知道好熟。用咩叫冷錢包，咩熱錢包啊？點樣過數啊？用邊條鏈啊？邊條鏈 gas fee 平啲啊？點樣放啲 coin 會好啲？當我哋好熟呢啲嘢嘅時候，我哋當然係仍然相信 not your key not your coin 嘅，即係我哋覺得啲 coin 啲 token 點解要擺喺其他人度啊？我不如放喺自己度仲安全啦，仲舒服啦。因為放喺其他地方度可能會有手續費要俾啊，每年要俾1-2個 percent。咁但係如果對於一啲唔熟嘅人嚟講，即係哇咩叫冷錢包？咩熱錢包啊？咩 coin 咩 key 啊 ？Private key 係咩啊？咩鏈啊？完全唔知咩嘅。我淨係得個證券戶口喎，點算啊？我淨係知證券戶口同埋我知比特幣。咁呢種情況咧，咁當然就係買翻 ETF 好啲，因為你唔需要煩頭先講嘅嘢咯。頭先你提到咩 Not your key, not your coin 啊，係嘛？但係其實咧，我想提翻聲，即係唔係要同你 debate 嘅，只不過香港嘅現貨 ETF 咧，其實係有10日申贖嘅機制嘅。咁如果你一旦喺虛擬交易所咧，其實買咗 coin 嘅話，亦都可以喺相關嘅機構換翻做 ETF 嘅。咁如果你係一旦買咗我哋嘅比特幣現貨 ETF，亦都可以喺相關嘅交易所咧換翻做 Bitcoin 嘅。咁所以其實就可以喺呢個虛擬嘅交易啊，同埋喺一個現實嘅一個市場度咧做一個轉換咯。咁所以大家就可以多一個選擇咯。咁如果啦，大家聽咗 Kelvin 咧咁多嘅分享之後咧，喺依家呢個水平大家亦都想收集 Bitcoin 嘅話咧，亦都可以考慮用比特幣現貨 ETF 去做部署啦。咁我哋有隻博士 HashKey 比特幣現貨 ETF 3008啦，同埋博士 HashKey 以太幣 ETF 3009㗎。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啦。咁如果即係啱價嘅話，就可能可以留意兩隻產品啦。今日咧亦都唔該晒啦，Kelvin 同我哋咁多嘅分享咯。希望 Bitcoin 咧即係嚟緊啦，就又彈翻上去啦，可以。好啊，今日嘅節目咧就差唔多啦，我哋下個禮拜就再見啦。拜拜。